为了分摊林德中山路的车流量，所该东区甲林德区环向的交通塞车，议员多数人争取多年的林德胜利路计划道路开辟案，后来因为变更为中正路到仁和路之站。不过，卡伫都市审议甲用地征收一直延后，嘛互用地甲工程费用对19亿一直增加到21亿。所以议员伫总日顺再次催表市府的进度，希望经费部分伫赖总统甲营建署的支持，年底会当完成。当初他的预估差不多10亿，但是现在可能20亿超过了，我们就这样一直推。因为合并了，要把那个路面遮起来，整个胜利路道路也铺平了。如果这个赶快开辟完成，就穿过我们东区了。那现在就是等最后那一点资料补齐送中央，就整条道路的都市规划都计划完成好了，看年底会不会好？现在的话，就等那个我们跟公务局把那个书图修正好了以后，我们报补。那书图现在呢，做到什么样？现在还在修中。还在修，你们要赶快呀！好，我们来速度再快一点。今年一定会好的嘛。对。现在才6月啊。对，今年要再就是那个书图完了以后要再办重新公展，因为那个跟我们原来公展的时候的那个最早公展的那个图已经不太一样。我知道，就是最后那一点，所以你们要快一点了。你预估今年几月会好？我希望今年年底以前能够全部。年底以前会好。好。征收土地一定要是有都市计划用好，才会当征收嘛。是。还是讲一定要按照，所以什么东西可以同时做了？因为如同你讲，从过去已经按你这些当，是地价一直起，工人费用一直起，迄本来10月当做到即摆20月做袂起来。另外，位伫林德交流道边的林德地风池，不只是台南重要的治水设施，4月份樱花盛开，更是市府难得的赏花地点。议员伫总日顺嘛积极为当地5万起篮球场的需求，甚至连一座公共便所拢无的困境，一并向市府请命。对此，水利局表示，造价1000万的篮球场，今年3月1号送基本设计，4月18已经上网发包，会加速兴建进度。台南新闻管制林银光采访报道。